歡迎嚟到現場同埋線上面嘅講座。今日啊、我等我介紹下自己先。我叫 Gigi Wong，我已經係從事咗個人嘅財務顧問已經有10年啦。咁樣呢，我哋今日想探討嘅話題呢，就係關於退休。咁等我share screen 下。現場咁多位睇唔睇到呢？如果睇到嘅話，俾個反應我啊。Please, thank you. Okay. 好，咁我哋呢，今日有線上嘅朋友同埋有線下嘅朋友。咁我哋了解一下我哋今日探討嘅問題：退休收入嘅計劃。誒因為我已經做咗平時嘅個人顧問，財務顧問有10年啦。平時通常都係會同咁多位哥哥姐姐了解一下大家嘅退休收入、醫療保障、財務規劃等等教育嘅工作。多謝聯合醫療保險嘅團隊邀請我今日嚟到同大家了解一下。好多華人嘅朋友好努力返工，亦都好識得儲錢，同埋亦都好識得可能買樓，但未必有真正嘅時間得閒係坐低諗下退休之後嘅生活點樣呢？首先，我想了解一下在座嘅咁多位，有幾多係在職嘅，有幾多係退休嘅呢？可能最近咁多位都會講話，唉，唔退休住啦，做住先啦，係咪？其實個問題真正嘅存在係唔係幾時退休，而係有冇得選擇退休。咁呢個有個免責聲明先，今日嘅討論呢就唔代表任何本人意見或者係公司嘅建議下。好啦，咁我想今日了解下對大家有啲咩係重要嘅呢？其實退休唔係淨係一個 number，而係一個生活方式。有啲人想退休旅行，有啲選擇湊孫，中意日日去多啲時間飲茶、釣魚、打牌。有啲人話俾我知，唉，只係唔好有人煩我就得啦。退休講真句其他嘢都唔重要。而所以退休計劃第一步唔係投資，有好多人問我股票嘅事情，但係其實真正要考慮嘅係自己真正諗過啲咩生活呢？想要啲咩生活呢？而呢度我有列出一啲個人嘅收支項目，好多退休計劃，而唔係真係哦，我要買咩股票好啊，邊個升邊個跌啊，而係每個月我哋嘅生活係點樣例如屋租，例如仲有冇mortgage，買餸而家幾錢啊？醫療費用幾多呢？電話費，你哋想唔想去旅行呢？去邊度旅行呢？返香港、澳門、去中國定係去歐洲呢？呢啲全部都係現實嘅開支。我呢度有一個 number 0044係喺呢度嘅。
係呢一個基於我哋而家喺新澤西州 Bergen 郡嘅一個房貸同埋租屋嘅一個平均數。咁我哋而家其實可能最貴嘅唔係租屋租樓或者係供樓，可能最貴係去買餸 Costco 嗰張單。退休最重要嘅唔係幾多錢，而係你每個月夠唔夠使，夠唔夠去，覺唔覺得手緊呢？而呢度我有提一提嘅係，大家唐人有好多會話，哦，我每個月嘅誒budget 夠所有開支就得啦，出去食唔食飯冇咁重要。但係你諗下喎，可能你有孫，你有其他願望係咪？有啲理想，譬如去多啲翻去亞洲地區玩，咁呢啲都係一啲叫做有啲人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好奢侈呢？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嘅想法唔一樣，想做到自己嘅嘢，其實可能會好開心嘅，係咪？為自己嘅開心埋單，又會唔會係想快啲供斷一個供斷嘅屋企咧嘅嗰啲mortgage 咧比較緊要咧，係咪？而呢一個係我好常同咁多哥哥姐姐提嘅一個公式 ABC 公式，就係你退休想要嘅生活先。A 係想要啲咩生活？唔係淨係夠手緊哦，每個月最低限度要咁樣樣，係你想要啲乜嘢呢？你想點樣嘅生活？係咪每個禮拜出去食一次飯，同屋企人食一次飯，唔係淨係飲茶咁簡單呢？而家淨係食餐飯，三四個人閒閒地都百幾蚊喎，係咪？而 B 就係你嘅穩定收入，而 C 就係 A 同 B 之間差幾多呢？退休計劃好多時唔係有定係冇，而係我哋差幾遠，個中間嘅 C 差幾遠呢？因為穩定收入可能係嚟自於社會保障基金 （Social Security）、退休金 （IRA） 或者 pension，或者其他有啲有啲哥哥姐姐有投資嘅，每個月有定期嘅收入嘅來源。咁而我或者想提下，好常見嘅退休收入來源，唔一定淨係頭先我講嘅咁少嘅例子啦。其中一個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社會保障金，或者叫做社安金 （Social Security）。咁樣第二個呢，有冇啲哥哥姐姐係之前有公司有個人退休基金呢？IRA 401k 或者係403b 或者任何工會嘅退休計劃，而仲有一啲係譬如要個人自己儲嘅，因為可能佢係個人企業主，咁個人嘅退休帳戶呢？仲有一啲儲蓄，其他嘅儲蓄同埋投資嘅方法，可能有其他嘅專業人士幫手管理嘅一啲財務呢。因為越多嘅部分組合埋一齊，好似我哋打邊爐咁，打邊爐梗係越多料越好㗎啦，係咪？咁而退休收入亦都係一樣。如果淨係得一樣，好齋㗎喎，好快亦都食晒。如果多啲材料同埋來源嘅話，通常會覺得幾好味喎！呢個打邊爐又有肥牛，又有金針菇，又有菜，係咪？
有好多其他每個人唔同口味或者唔同嘅收入類，或者係齋收租都有收入咧，係咪？而好多人問，哇，我幾時攞社安金好啊？其實每個人嘅情況都唔一樣。視乎你哋大家嘅屋企狀況，有啲人會覺得梗係越早越好啦，因為我冇做嘢啦，或者有啲人就會覺得，唉，越遲越好啦，我仲做緊嘢，我又有收入，係咪？因為好嘅定義都係相對嘅，而有啲會覺得越早攞越好，因為佢嘅情況唔一樣，佢可能需要一啲已經要有收入嘅來源，相對應係低啲。而家美國嘅完全退休年齡係以出生年份嚟做一個基準嘅，咁就在座有幾多哥哥姐姐係1960年之前嘅呢？如果有1960年出世之前嘅呢，就係66歲同67歲嘅中間。咁呢度我哋可以睇到，一個列表，而1960年以後嘅哥哥姐姐們呢，就係67歲開始係完全退休年齡。有啲直情會話，唉，我67歲仲返緊工㗎，而家仲做緊嘢㗎，我唔想退休啊。咁所以有啲可以延遲領取嘅，延遲領取。咁你會問延遲到幾時啊？咁我可以喺下一個 slide 同大家解答。我帶出咗一個好常見嘅例子俾大家。呢一個係有一啲哥哥姐姐選擇62歲就開始領個社安金嘅收入，咁大約會係1500至1700左右一個月，而一個係平均數，大約會係你總共可以攞得到嘅退休金嘅75%。有啲哥哥姐姐之前報稅相對應比較高嘅呢，每個月最高可以攞到大約係2969蚊左右，即係差唔多3000蚊一個月。而中間喺66歲開始嘅，通常會大約係浮動喺2000至2200左右。而70歲先至攞嘅，因為哥哥姐姐們仍然返緊工嘅，或者有啲70歲仍然在職嘅，就已經係攞到可以係相對應最高嘅金額啦，大約係2500至2700一個月。咁呢一個係一個平均收入嘅數目，最高之前報過最高40個基點嘅稅項嘅哥哥姐姐們呢，最高會去到5000鬆啲。其實每個家庭嘅需求唔一樣嘅話，嗰個現金流都會有不一樣嘅狀態，或者有啲哥哥姐姐62歲開始係因為基於身體健康狀態或者家庭需求嘅唔一樣，或者我哋可以了解下真正社安金究竟係多定少呢？我哋嚟睇睇。平均已經退咗休嘅哥哥姐姐，即係話67至70歲左右，每個月嘅社安金福利大約係1900幾蚊單人，而夫妻兩人平均數係3000蚊鬆啲，而最高嘅退休金全額係4000蚊嘅依個2025年嘅數字。咁2026年今年嘅話會多少少，可能多咗幾十蚊美金左右。
有好多人問呢個數多唔多啊？咁呢個視乎你覺得多唔多啦。而家一個月嘅租如果已經係2000蚊一個月嘅話，咁已經差唔多去到一半嘅呢一個最高嘅全額嘅數目，又或者已經超過咗一半夫妻兩人嘅平均值嘅話，咁大家會覺得點呢？而仲有喎，我想提一提大家就係社安福利係仲要徵稅嘅喎。因為如果夫妻收入同時報稅超過32,000蚊嘅話，有大約8成半嘅32,000蚊係需要納稅嘅。呢個唔包括呢一個唔係講話85%係稅務啊，呢一個係只不過32,000蚊嘅8成半要納稅咧。同埋大家有冇考慮過？當我哋家庭收入會出現變化呢，而大家點樣去面對變化呢？當夫妻兩個人都健在嘅時候，可能會有兩份收入，譬如我哋呢度有個例子，先生係大約兩千四蚊，太太1,600蚊一個月嘅社安金，總共加埋大約4000蚊。咁4000蚊喺兼顧所有嘅現金流、租啊、食飯啊、揸車啊，咁我大概就會有個彈性嘅保障，因為收入有兩個來源。而大家有冇考慮過，當家庭成員發生變動嘅時候，大家嘅第一個反應係咪錢呢？有好多時可能真正嘅變動係習慣嘅改變、情緒、安全感同埋生活嘅節奏嘅改變，而唔係會諗個問題係屋租會唔會變咗一半啊？水電費會唔會變咗一半啊？醫療費會唔會更加多咗呢？所以真正嘅退休計劃唔係淨係為咗自己，都係為埋另外一半嘅。就正如呢度我舉咗一個例，就係喺社安金嘅福利嚟講嘅話，當配偶離世嘅時候，真正會留得返嘅每個月嘅收入，會變咗係最高額嘅嗰部分。咁我哋點樣去配合變化呢？令到大家嘅收入更加有彈性呢？而退休最大嘅問題，好多時唔係因為股票市場，而通常係我呢度提到嘅呢3點：通脹，我哋越嚟越長命啦，同埋醫療開支嘅情況。而家一碗雲吞麵要幾錢呢？退休最難嘅分分鐘係唔係生活，而係同一個生活嘅方式越嚟越貴啦。通脹大家了解大約會係2至3%，而而家嘅1蚊同10年之後嘅11蚊，會唔會係買到同一樣嘢呢？而國家 NIH 嘅文獻指出，我哋華裔美國人嘅壽命亦都偏高嘅，女士可能會活到87歲，男士可能就會83歲左右，平均係85歲喎。咁我哋嘅錢，而家兜兜裏邊嘅錢，夠唔夠我哋去到85歲嘅使用呢？社安金亦都真係夠唔夠可以 cover 到我哋全部嘅開支呢？而醫療開支有一個更加驚人嘅情況，就係有55歲以上嘅人口裏邊，
嘅開支佔咗我哋國家嘅總醫療支出係大約54%，即係話我哋喺醫療開支嘅需求係只有越嚟越高嘅。咁我哋點樣去面對呢一啲問題呢？我亦都想提醒大家一個好迫切嘅，同埋一個好容易被忽略嘅一個點，就係紅藍卡部分嘅保費。紅藍卡嘅保費好多時因為係社安金自動扣取咗，唔係你自己銀荷包再去俾嘅。有啲時候可能會大家會冇咁容易察覺到。喺過往2010年至到2026年為止，我哋嘅 B 部分嘅保費由111蚊上漲到去203蚊。咁而嚟緊，我哋仲有大約10年、20年、30年嘅話，咁我哋嘅保費 B 部分保費嘅上漲趨勢會點樣呢？會有幾多呢？會唔會係上升每一年超過10%呢？冇人知道，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統計，俾大家去參考下。而扣取咗嗰個 B 部分嘅計劃之後，真正剩幾多錢呢？呢度有一個統計顯示，唔同收入群裏邊嘅群組，分分鐘扣完之後剩翻一半，又或者得翻80%。咁又係咪真係夠我哋嘅生活使費呢？而我想提醒大家嘅呢一啲 concept，呢一啲情況，唔係想嚇大家，而呢啲係屬於實際嘅考量。因為我哋嘅生活每日每個禮拜，除咗食飯、行街、睇戲、買餸之外，仲有冇啲其他大家想做嘅嘢呢？譬如，嗯。譬如可能會有時天氣好似今日天氣非常之好，非常之暖，我哋呢邊 Bergen 咁樣嘅話，會唔會話想出去行下，或者去周邊地方近河嘅地方，或者近水邊嘅地方，可以有一個 staycation 呢？揸遠少少1、2個鐘頭嘅地方，又或者唔中意去旅行嘅，會唔會就係話，哦，我就喺屋企，睇 YouTube 就好啦，咁樣都可以。但係呢啲都有不同程度嘅開支、收入，或者會遇到突發事情嘅時候，我哋夠唔夠支援呢？有冇其他人？有冇家庭其他人會支持我哋呢？通常我哋越了解呢啲唔同方位嘅思考，思考嘅問題，我哋會更加清晰。我想問下在大咁多位，有冇認識朋友有401k 或者 IRA 噶？如果有嘅話，嚟緊呢一點就好緊要啦。一個叫做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退休賬戶嘅最低提取款項，呢個係乜嘢嚟嘅呢？呢個根據國稅局 IRS 嘅規定，喺出生年份1951年至59年嘅人群裏邊，部分嘅退休賬戶開始要喺73歲嗰年嘅73歲生日嗰一年嘅下一年4月1號開始提取最低嘅款項額。而呢個最低款項額係點樣決定嘅呢？
係根據你所有 IRA 或者401k 嘅戶口決定嘅，或者403B 或者457，如果係有警察嘅同事嘅話。而出生年齡1960年之後嘅話，退休嘅年齡開始提款嘅年齡係75歲之後。大家會唔會發現到有一個 pattern 就係有一個規律就係而家嘅退休年齡國家開始向後推移，唔係73，唔係60歲，唔係66歲，唔係67歲，唔係70，係73或者往後。咁即係話我哋嘅人有一個叫做人口老化嘅趨勢啦。或者我會稱為人口會更加年輕化，因為而家70歲仲返緊工嘅，其實都有好多，係咪？你身邊嘅朋友有冇仲返緊工？而 traditional IRA 401k 403B 457後續每年由開始攞嘅時候，73或者75歲開始攞嘅時候。係必須每一年嘅12月31號都要再提取一次，每一次嘅金額可能會相對應唔同，因為要根據國家嘅一個列表去攞嘅，攞唔同嘅比率嘅。而真正嘅機制，係通常會以你個人嘅總額去決定嘅，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大家。記住喺唔好等到73歲之前或者75歲之前先要揾專業人士傾啊！最好係喺3至5年前，即係話65歲至67歲，又甚至62歲開始要注意你嘅任何曾經供過嘅 IRA 401k 403B 或者457。因為第一，冇人會估到幾時升市或者跌市。萬一如果跌市嘅時候攞錢，又會點算呢？而如果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攞喺73或者75歲攞錢嘅話，國家係罰25%嘅喎，係你未攞嘅金額裏邊罰你25%。咁點解要俾咁多錢俾阿爺呢？而唔擺翻嚟我哋自己兜兜裏邊呢？所以提早規劃安排退休金嘅現金流同埋稅務係好緊要。通常我會建議咁多位哥哥姐姐們，如果自己有會計師嘅，或者每年報稅嘅時候有報稅單嘅，最好揾一個專業人士，一個你信得過嘅專業人士去傾一傾。而我通常會建議咁多位哥哥姐姐們，除咗我哋今日講嘅 topic 係關於一個最基本嘅了解，而開始諗下大家想要啲乜嘢，要點樣嘅生活，而唔係做任何嘅決定。大家準備好未呢？或者開始咗未呢？因為退休唔係一夜之間就可以搞掂晒噶咯，要一步一步開始去越嚟越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。我歡迎大家如果有更加想了解多啲自己狀況嘅，我哋可以坐低慢慢傾，又或者揾你自己個人信任嘅專業人士去交談。最主要大家嘅就係身體健康、心情開心，仲要退休咗之後多啲哥哥姐姐們一齊陪大家飲茶。多謝各位。